开始，可能拿到文章要先涂一摆，镜头是禁用笔填出知道较生分嘅词汇，刷落来配合词汇本，了解一道较生分嘅词汇，就能正确嘅读法同意思。前面利用词汇本地图嘅例句，复习一道词汇嘅正确用法。比如讲，这篇文章是填出下摆一道词汇。阿妹上来熬麻酱，亲像上午下饭。他按到战斗人才嘅欧俊长虹，无办界的阿妹係咩人？甚至还有到描述一個頭一擺來參賽嘅黃皮膚小阿妹，一道對阿妹無影響。佢哋竟然是愛做嘅，是拿出真好嘅表現，唔是家庭人叫急無人，真正強嘅人總係用成績來講法。曾經比賽進行，全國阿妹嘅分數睇你唔到，佢咪還係壓見失望表現。依家就來到姊妹節關界，睇切劇咧。教練同阿妹質量過後，打算簽名嘅病，其次唔是劇歌嘅重量，全國成功。阿妹是歷屆奧運嘅金牌得主，姊妹一無彩，阿妹跌落棚咧，佢跌到唔會知道見笑，因為佢哋專講跌落棚，總比冇試過將來出切還較感染。阿妹發現4年過後，我個轉到奧運嘅比賽場後，同台灣爭取一對金牌。文章作者有時會以注腳表示一些特殊或是需要特別解釋的詞彙，像是本文就用一個注腳來解釋舉重比賽中的專有名詞挺舉，因為卡是舉拿的意思，所以挺舉就叫做挺起卡。就其係一個卡式，每一個腔頭都要加無相關嘅發音同意思，大家要特別注意哦。另一個注腳跌落棚，一個詞彙。唔知看到呢個詞彙，可能會想係乜嘅東西跌落來呢？其實唔係哦，倆跌落棚嘅意思係表示失敗咧。呢個詞彙可能是會出現到同考試、比賽相關嘅題目底部。